我正好电话耽误点。坐。王琳琳呢？啊，他不在啊，快坐吧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捡重点说。我捡什么重点？我要说的都是重点啊，都说，行了吗？哎，我说你干嘛？你这屁股上面长钉似的，怎么那么慌啊？心，我不能跟你说会儿话呀。我洗耳恭。你给我说全了。洗耳恭听。真是，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今天你闺女下班回家带了一男孩子回来的。是男朋友吗？她把男朋友带回家是好事儿啊。什么呀？就好事儿？你知道男孩子什么样啊？就好事儿？哎，这孩子可一进门就管我叫妈，我认得你谁呀？你管我叫妈啊？一看就是那种小地方人，就有用意。我告诉你，就这种外地孩子，肯定是为了解决户口。我一眼我就看穿了，我就，真是。哎呀，哎，你说这名儿还，我就问了他几句，我还没敢说他什么呢，一甩手走了。我再给打电话不接，再打电话还关机了，干什么呀？离家出走啊？跟我这儿，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，我容易吗？我一个人怎么辛苦把你拉扯大的？你现在长大了是不是？白眼狼跟我这儿就这么对待我，都受你的影响。怎么受我影响呢？哎，你刚才说你一个人把他一把屎一把尿带大，废话是不是啊？对，我是没怎么管是吧？废话是不是啊？那应该受你影响啊！我不在他身边，怎么受我影响？你不说的废话吗？对不对 ？DNA 呀，遗传你不知道？好，那咱们从遗传基因上来探讨这个问题啊。遗传，他为什么不遗传你呢？你这么多优点，他一点没遗传吗？咱们各占50%的血缘，你知道吗？长相不得遗传我呀，长那么漂亮，瞧你那样。我长得也很标致。行，你少跟我来这套，你就会往边上拐。说这男孩子呢，说什么遗传基因呢？好，说。哎呀，一个外地人，一个不光彩的职业。打住！请你不要鄙视外地人，我就是外地人，京城著名律师。就行了吧你？还有人职业怎么了？妇科大夫很神圣的，生命诞生的地方很伟大。行，你少跟我来这套。一个大小伙子干妇科啊！我告诉你，他从早晨8点半上班开始，一直到下班，他，哎呀，我没法说，这职业能干吗？这个能嫁吗？这种人，你真够可以的你。没文化，你多读点书好不好啊？我跟你讲，在京城很多医院，妇科都有男大夫，你知道吧？你等会儿。你知道他是妇科大夫？啊，知道啊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是啊，我怎么知道的？我问你呢，你问我，我问你呢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不让我想想，我怎么知道啊？哦，我们家琳琳介绍的。哦，不是，咱们敏儿不是前段时间失恋了吗？挺孤独的嘛。琳琳看她挺孤独的，就是给她介绍这个男孩子认识，然后呢能排解，哎呀，互相处。不是，小伙子非常优秀，真的，他在他们那个矿上哈，他当时高考分数第1，而且上是最好的大学，是留在京城，作为人才引进，真的非常优秀，而且高材生，而小伙子也帅，你也看到1米8以上，对吧？2个眼睛多灿烂，非常好。我们接触过好几次了，真的非常棒。你见过他好几次是吗？对呀，他是我们琳琳那个表亲，自己亲戚。
没事没事，不，你也是你没事，你闲得无聊当什么红娘呢？你这事儿惹出来了吧？我当什么红娘了我？哎，这事前因后果你都知道的，我就是介绍他们俩认识，我又没鼓动他们去谈恋爱，现在这事怎么都算我头上了？啊，行，没事，你那个王振华是个不讲理的人，你干嘛跟他计较？算了。哎，你说这小米，那他也真是的，他自己妈什么脾气他不知道啊？啊，就没打招呼就把金链往家领，他这不自己找别扭呢吗？现在可好，又来个离家出走啊！我们收拾这烂摊子，你看着吧，这王淑华不会罢休的，他指不定怎么闹我呢。哎呀，他闹就甭理他行了。那个，咱们商量商量，这事儿就是怎么解决？你们家的事儿你自己解决吧。说什么话？什么你们家的事儿？咱俩不是一家人啊！谁跟你一家人啊？还得敷一敷。哦。这娘们儿也太狠了，这娘们儿。哎，啊，你干嘛去啊？上班啊。你还能上班去？不是不上班干嘛呀？小米这事儿怎么办？啊，嗨，这事儿你不管了，他也没出什么大事，不就吵个架吗？这王淑华都打到家门口来了啊！他把这事儿现在整个全怪我头上了，全是我的错。你甭搭理他不就行了吗？不行，这事儿啊，我必须得跟他解释清楚，不然的话，你说我莫名其妙我就成小人了。哎呀，再说吧，我上班去啊。哎呀，你过来。好。你还想怎么着啊？我给他打电话解释一下。你要跟他解释通了，我头朝下走3圈，没用。哎，王姐，你好啊，我是琳琳。王琳琳，我告诉你，我正要找你呢啊！你是不是太不像话了？啊，有你这么办事儿的吗？你就是想给你侄子还是外甥找对象？哎，我问问你，北京市满大街的女孩子死光了，你凭什么非盯着我们家闺女啊？就算你看上我们家米儿了，是吧？你是不是也应该提前先跟我打个招呼啊？跟我说，哎，王姐啊，我这儿有个什么亲戚啊，我觉得跟小米挺合适的，我拉来给您看看，您看看行不行？嘿，你可倒好，你背着我就给他们介绍啊？你整个把我跨过去，有这样的吗？你眼睛里有我吗你？王姐，你这样，你听我说句话行吗？我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，我就是想跟你好好解释一下。这个小米呢，你想想啊，她是你的女儿，这婚姻大事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说我能越过你吗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事情是这样的，这不前一阶段那个小米不是失恋了吗？啊，这孩子挺痛苦的，你说我看着也跟着难受着急。后来我就想，那我就给他介绍几个朋友吧，这样子大家在一起吃吃饭呐，出去玩一玩的，他心情就会恢复得快一点。我就是这么一个意思。可是，哎呀，我万万没想到这两个孩子怎么就这么对上眼儿了。行了，你也甭跟我来这套，我才不信呢！哦，他们俩谈恋爱，你愣一点不知道？我知道是知道，但是我没想到他们俩发展的这么快。这之前我还问过他们两个，我说你们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啊？但这两个当事人都不承认。你说王姐，他们都不承认，你说我能有什么办法呀？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呢，我也是郑重其事的跟你道歉。这个事儿呢，怪我考虑的不周全啊，让你生气，给你添堵了。我给你诚心诚意的道歉，好吧？行了，你也甭解释了。
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解释也没用，你道歉也没用。你要是真想让我痛快了，你就让你们家那个叫什么亮的离我们家小敏远点。这什么人呢？这是啊！讨厌。说说吧，什么情况？你怎么又跟你妈吵架了？没有，有什么好吵的呀？少跟我装啊！你妈昨儿大半夜给我打的电话，满世界的找你。神经病，有什么好找的？不是，怎么回事啊？你还离家出走啊？我把金亮带回家了。你真把他带回去了？嗯。你妈怎么说的？你说呢？我就跟你说吧，就你妈肯定看不上金亮那样的，她要房没房，要钱没钱的。就算长得稍微帅点儿，其他就真没什么优点了。谁说的呀？金亮优点多了，他人又好，又善良，又有才华，能当饭吃吗？我跟你说，要我说你们俩赶紧分手，你妈不可能同意。分什么分呀？我们俩证儿都领了。领证了？我领证，你转什么圈啊？小敏，你没发烧吧？你是不是吃错药了？你说就你这条件的，你那么着急结婚干嘛呀？你们俩才认识2月，好不好？别说了，别说了，你怎么比我妈还啰嗦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合着这是没跟人丈母娘打招呼就把人女儿拐跑了，要我也给你轰出去。什么叫拐跑了？什么叫拐跑了呀？我跟你说啊，我跟我媳妇儿那是真心相爱，情投意合，两心相悦，绝对是金童玉女。跟谁呀？情投意合，两情相悦，谁说我不啊？你又自作多情。是。小雪，来站好了，跟你说件事儿啊。金大夫领证了。什么证啊？什么证啊？结婚证啊。金大夫结婚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喘不上气儿来你。我就是想结婚了，我谈恋爱就是为了结婚，你管着吗？切，不了解你，你就是不了解我。我警告你啊，闭上你的嘴巴，不许走漏风声。你好，请问你找哪位啊？管你！哎，你不能进去。我搬了新址了呀。嗨，这一年嘛，咱俩也联系太少了，我这个业务啊，真的突飞猛进。哎，我现在这个新址很好找，在北京啊，应该是最好找的地方了。我的对面就中央电视台。你怎么现在很忙？你真的不能进去。甭管你，甭管。咱哥俩喝着公共茶，在我这谈。不能进。那个我这来了个大客户，好，改日再聊啊，好好好。啊，你去吧，去吧。你干嘛这么气势汹汹的呀？注意点文明素质和礼貌，好不好啊？哎，有事打电话不行吗？非要到单位来啊？拿后边什么？自己看。干嘛想复婚啊？呀，这小敏是什么意思？怎么了？甭装。没装。什么没装？女儿结婚，当妈的都不知道，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？你别，来坐，你坐，这什么事儿？这什么情况？这是？我告诉你啊，少在这装傻啊！这金亮是王琳琳介绍给敏儿的，
他们俩登记王琳，能不知道吗？你能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真你们是一群大骗子！哼，我算是闹明白，现在王琳琳要干嘛了。他先把你给抢走了，然后再派他们家一亲戚把我闺女抢走，他釜底抽薪呢！他停，这是原则问题啊。第一，你的闺女也是咱们俩的闺女，她不管跟谁登记结婚，她都是你的闺女，这个改变不了，不存在抢。第二，咱俩离婚的时候，我不认识王琳琳啊，也不存在抢。你少给我来这第一点儿，你少给我讲理，你们全是一丘之貉。你们现在都一家人了，对不对？你们绕着圈的全是亲戚了，是不是？就把我一人甩出来了，你们是人吗？你们？你听我说啊，天地良心，我发誓，我真的不知道敏儿去登记了呀。我要知道，我也会阻拦她。和你一个心情，她太随你了，太容易冲动了，不考虑后果，你知道吗？你说谁呢？你不要喊，这是法律场所，谁胜谁胜。这么些年，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他拉扯大，我容易吗？你管过什么呀？都我一人，你管过吗你？我是没怎么管，但我给钱了，我给不少人。你给钱应该的，你当爸的你再不给钱，你是王八蛋。好，都你的理儿，好吧？你都对，行了吧？你都对，都在你的，我啥也不说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事儿是王琳琳惹出来的，你现在必须得阳台给我负责。这跟我媳妇王琳琳没有关系，你别胡搅蛮缠，好不好？谁胡搅蛮缠了？我跟你说了，这金亮是王琳琳介绍给敏儿的，他凭什么他不管了？你现在给我把王琳琳叫来，把金亮也叫来，全你给我叫来。你找他们来有什么用啊？孩子已经登记了，除非你让他离婚。当然了，就让他离婚，今天就得给我离去，必须马上不离。你真这么想的呀？当然了，不能这么干。刚登记就要离婚，这丢大人了，这是儿戏，你知道吧？他们这么结婚才是儿戏呢。你叫不叫？你把王琳琳给我找来，你叫不叫？不叫。你给我把王琳琳找来，你快点，赶紧。我不找，我就不叫。你不叫是吧？嗯。我找去。你找去吧，谁怕谁呀？哎，琳琳啊，你现在在家吗？哦，在家，你没出门啊？那什么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赶紧找地方躲一躲，王世华就找你去了。亲爱的，我求你了，你一定要忍耐，好吗，亲爱的？哎，对，他说什么你都不理。哎，你不搭腔，对，一定不要和他正面冲突。哎，好，宝贝儿，谢谢理解。哦，好。哎呀，喂，老爸，在哪儿啊？哦，好，那我现在过去啊。嗯，拜。老爸。哎呀，我吓我一跳了，孩子。怎么啦？又想给我钱花了是不是？闺女啊，你真长大了哈，你变得成熟了。老爸首先恭喜你，登记了哈。你怎么知道我登记了？我怎么知道的？你妈告诉我的。我妈怎么知道我登记了？户口本上面盖着已婚。哎呦，我的包！哎呦，我的包！老爸，我妈她找你去了，她找你麻烦了。没有你这么干的，孩子。按理说呢，你恋爱登记，老爸没意见，是吧？你也到了结婚年龄了，但你不能这么干，孩子。我干律师这么多年哈，见过不少。你这种事情真的太少见了呀。就算这个婚姻是你个人的事情，是吧？这个你是当事人，但你毕竟还有父母啊。就算你正常走那个法律程序，但你得考虑这种亲情的感受吧。哦，你登记连招呼都不打，别说你妈都过不去，连我这都不接受，孩子。我早就想跟他说了，
我就是怕我到时候跟他说了，他100%不同意，又跟我闹，所以我就想等生米煮成熟饭了，他也就认了。你想过你妈有多伤心吗？孩子，你这么做真的太自私了呀！老爸现在跟你说句掏心窝子话，是良心话。从小到大，老爸真的没怎么管你，真是你妈把你拉着大的。应该常挂在嘴边那句话说“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起来的”，一点都不夸张啊！闺女，你现在是女人了。常言说养儿不知娘辛苦，养女才知报母的人啊。等你生了孩子，你就知道你妈拉着你多不容易啊。还有我再婚了，可你妈就是怕你受委屈，一直都没嫁。你是她的全部，你懂吗，孩子？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有完没完？没完。谁给你通风报的信啊？以后开门有些话我就进屋跟你说去呢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家事儿你少在这掺和。你什么用心呢你？就不给你看。王琳，你给我把门打开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不跟你说清楚这事儿你没完，我跟你说。还有昨天晚上你怎么胆这么大，怎么就敢离家出走呢？你妈都快急疯了，大半夜跑我那儿去了，就怕你出事儿，知道吧，孩子？你说你昨天晚上你是不是跟你那个男朋友啊，不是跟你那个丈夫待在一起了？所以我知道吗？我不着急，但你妈急呀。哎呀，当然你妈呢，其实不讲理，这个我太领教了。所以有时候你不要光看你妈那种行为，你要看她内心。她呢是对你不放心，她也希望自己女儿能嫁个好人家。可金亮就挺好的呀，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了，在我妈眼里，他就觉得他哪都不好，怎么说都不听。其实你还是不懂你妈，你要讲策略嘛。你想想，你妈在犯脾气那阵子，你不能给她硬来啊。等你妈消了气儿、冷静下来的时候，你就得耐心的说，耐心说，也许她就会接受。所以现在你第一步要做的啊，你记住了，孩子，给她认个错，主动承认错，道个歉，好吧，孩子？我没觉得我哪做错了。你看你这孩子一点不随我，跟你妈一样一根筋嘛。我不是不讲策略，孩子一定要讲策略。你看那是你亲妈，认个错丢人吗？不丢人，孩子。那我跟他认错了，他还不依不饶怎么办啊？一步步的来，只要你有决心、有信心、有恒心，保持这3心，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你一人。相信老爸，腋下的。咱俩领证这事儿啊，让我妈知道了，她气死了。你这么快就告你妈了？我那天走的时候不是把包落家了吗？她就看见那户口本了。我说你这人也太马虎了吧？啊，你怎么这么大意呢？你先稳住你爸那边，我来对付我妈。今天我就住家里面，我会她。哎，对，你一定好好哄哄你妈，把她稳住啊！这是当务之急，咱俩目前最大的事儿啊。可是老公，我还是想跟你在一起。你还差这一天，你可真行！我现在赶紧去火车站接我爸去，而且我爸肯定得跟我住在一块儿。行啦，那你去接你爸去吧，路上小心点儿。好，拜拜。喂，你出来啦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出了那个胡同口往左拐，哎，第一个红绿灯再往右拐，100米就是我们北京家园医院。好，一会儿我去接你啊。哎。谁呀？进来。刘主任。金大夫啊，有事儿吗？确实，
有事儿。有什么事儿？我有一个同学，怀孕了？男孩，找工作？他爸爸。他爸爸怎么了？他爸爸2年前离婚了。您别看他离婚了，人特好，特别热爱生活，跟您一样愿养花，做了一手的好菜。您别看离婚了，特懂得生活，我觉得真的挺适合您的，刘主任。所以呢，我这给他爸还留了张照片，您看看，您俩挺有夫妻相的。哦，这是我爸爸。这个。哎，一个人也别不太合适。说这些事儿，别说这些事儿。你有事儿吗？你到底？你看您不提醒我，还真忘了，我还有点自己的事儿。我今天下午想请个假，去火车站接一下我爸，从东北过来了。你老是请假的，你老这么下去，可是要影响我们科室的荣誉的。最近我这事儿是稍微多了一点，我一定注意，下次我坚决改正，我下不为例啊。赶紧去吧。这个办完事早点回来。我一定早回来。王叔这事儿我给你盯着，一会儿我把这照片发给你。行了，去吧，赶紧办事。好嘞。主任，离了婚的男人好啊，他懂得珍惜生活。干啥的？金家的老头儿大街上转悠，不管这是哪儿，他说走就走，左左右右，停停走走，把儿子丢在身后。金家的老头儿满世界转悠，想到要去哪儿，他抬腿就走，前前后后，晃晃悠悠，把自己丢在街头，不到最后不开口，这个倔老头儿死要面子找。哎呦，我爸呀！我说你可算是接电话了，你在哪儿呢？我这找你半天了。故宫，我在故宫呢。啊？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事儿到我这儿都乱七八糟的，到你这儿就什么都办不成呢？哎呦，他又干嘛了？大雄干嘛又挨批了？打人了哟！哎，算了，别看了。你过来。大雄，我是不是让你24小时都盯在停车场？那为什么会没拍到呢？我是24小时都守在停车场了。站起来！你坐那儿去，坐那儿去！你有什么资格坐在这儿？你坐这儿。你还有理了你？我问你，什么叫没拍到？你是不是在车上又睡着了你？没睡着。我就不相信人家24小时就没下楼。下楼？拍呀！我拍了呀！那怎么会拍不到呢？我以为相机坏了。你笨呢你带个破相机。不是相机。那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会没拍到呢？你给我个理由先。我忘带电池了，我。大雄，啊，你说你，上次是睡着了是吧？啊。再上次是找错了地儿。啊。这次又是忘了带电池，你怎么就那么笨呢？也难怪木板骂你。这回不怪我，哎，我呀把那个电池给拿下来充电，结果他就催我，我就一着急给忘了，怪他催的我。是吗？啊，不怪我跟你说，这对大雄来说那根本不算事儿。他只要能平平安安的回来，不被人打得鼻青脸肿的，就不错了，是吧？你还鼻青脸？你怎么不被人打得鼻青脸肿呢？你那么没有同情心。嘿，给我一个。
这一天得多少钱呢？哎呦，爸，您就甭管钱的事儿，这儿离我们医院近，住着方便。说你花这钱干什么？在你办公室打个地摊儿不就行了吗？那可不行，人家没准哪天小米领着他们家人还来看您呢。这是厕所。哦。我跟你说，小子，这老话说了，吃不穷，喝不穷，用不穷。这算计不到就受穷。你说我一个人睡这么大床，你这不纯属浪费吗？行了，爸，人没准哪天还来看您。怎么了？这多少层啊？这是39层啊。哎呀，这看着都眼晕。那您别看，这太不是。您说您也是，我就晚去那么一会儿，您就不等我啊？那电话也不开，到处找你找不着。人太多啊，我没听见。那你不能跑故宫去呀？我跑哪去又能怎么样？北京我又不是不熟，我又没有老年痴呆，我又走不丢，你担心啥？行，你赶紧歇会儿，喝点水吧。你跟爸说说，这婚礼的事儿，你丈母娘是怎么打算的？啊，那个爸，我不是去他们家了吗？他妈一看见我跟你说，爸，真喜欢我。打心眼里喜欢我，跟你说爸，他妈就看见我抓着我手都不爱松开了，就是怎么看怎么高兴。我是问你婚礼，你丈母娘啥态度？这跟拉着你的手有啥关系？快把我手放了吧！对，不是态度，那就不是人有态度，人说了，人说就是尊重您的意见，说你爸说这婚礼怎么办，这就得怎么办。这他妈跟你说的？那是原话，让我做主。是。好，这就好。你想啊，咱们家是皇族后裔，你呢又是咱们老金家3代单传，这婚礼的事情可千万不能马虎啊。咱们家过去的身份和地位，你跟你丈母娘提起过吗？都说了多少回了？不是你跟爸说说，你怎么跟他说的？不是你说还能怎么说？不就这么点事儿吗？不提我爷的事儿，就说我奶。我说我奶是吧？我奶原来姓爱新觉罗，是福晋，这小头进宫的如履平地，随便走。爸，我跟你说，您跟我说的，我跟他们说了；您没说的，我也都说了。不是，你这一点说没说啊？每次你奶奶进宫的时候，走的都是正门。逢到阴天下雨寡妇，那都是太监拿轿子给抬进去的，这点很重要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那我再三这是身份的象征。我再三强调过这个，因为走旁门是太监，我跟他强调的非常清楚。爸，您放心，人家听完觉得倍儿有面子，特别有面子。对，你哪个细节都不能漏掉，你都要如实跟他们讲。是。我跟你说，小子，人活这一辈子，就是为了个面子，你一定要把这身份端住。不能忘了祖宗，听见没有？我记住了吧？呀，这怎么个意思？姿态很优美，表情很严肃。这个造型摆多长时间了？啊？哎，还没做晚饭吧？想吃什么？我请客，按你的口味吃。这王淑华至于吗？多大点事儿，这就没完没了了。这电话里吵一吵，骂一骂也就罢了，这还打上门来了。哎呀，他什么人你又不知道啊，缠不清嘛，你别跟他计较啊。哎，老米，是我跟他计较？哎，你觉得这事儿现在是我在计较吗？这都欺负到我脖子上了啊！我言语一声都不行。行，哎，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我还真就得找他好好说道说道。来，吃个葡萄去。不是，你千万必须找他。这个王淑华呀，现在正在气头上，你说什么都听不进去。知道吧？没用啊！他在气头上是吧？不然你跟他不在一个档次，不在一个档次上，你去了掉价，知道吧？那我怎么着啊？不，关键是米儿，这米儿啊，越让越不省心。你这婚姻大事，也看得太随意了。还有吉娜也是，你就是米儿不懂事，他该懂事吧？登记的儿戏啊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收场。哎呀，行了，说这俩孩子现在也没有用。反正他们现在婚已经结了，我就不信这王淑华能闹到什么地步。闹到什么地步？让他俩离婚。哎，你告诉我，他是不是小米亲妈？这哪有这样的？孩子刚结婚就让离婚呐？是啊，这离婚能随便离吗？天，这离婚是最失败的人生。
你这不是男的还好点哈，你离个婚，你随便找个女人也不是太难找。你那个，说呀。我是说王淑华的。王淑华他也明白这个道理，他是过来人嘛，酸甜苦辣他都经历过的。他怎么转不这个弯儿呢？真愁死了我。你呢？你转过来了吧？我说，哎，这怎么男的不怕离婚呢？也怕。那咱俩离的时候，你怕不怕？不，因为我极品，你也极品，我们俩是那个不该。不是你心里打什么？这样，那我给你做阳春面，好吧？什么叫男的离婚？你陪我做饭去吧。爸，走吧，咱俩吃饭去。我不饿，我在火车上吃过了。这到了饭点不能不吃饭，走。行，别看了，走。要不叫你媳妇儿一起过来吃？不是那个小米吧，她现在那个正赶稿子呢，加班，我没让她过来。赶稿子得吃饭呢。不是，那咱单位管饭，你管这事儿干嘛呀？走。那行，那就明天跟你丈母娘一起见，哎也行。不是，爸，那个明天那个见不了他妈，他妈去外地出差了。干啥去了？哎呦，爸，您就别操这么多心，行不行？您说您这么多年都没来北京了，我陪你好好逛逛什么这个八达岭啊，哎，我领你看鸟巢，看那水立方去，你肯定愿意看。走。我在电视上都见过了。我跟你说，小子，婚礼这事儿得赶紧定下来，爸这心里头就踏实了。要不这块石头老也落不了地儿，你知道吗？是，爸，您放心，我肯定让你。不是他妈啥时候回来呀？我具体我没问呢，我真不知道啊。你媳妇他爸知不知道我来北京啊？那应该知道。要不咱们先请他爸吃顿饭，人家该调理了，你就来了不吱声。不是爸，我觉得吧，还是等他妈回来再说，还是得先见他们，要不他妈该有想法了。不是我请他爸吃顿饭，他妈有啥想法？你不是跟我说他爸跟他妈不已经拜拜了吗？是爸，人小米他爸他妈那个关系不是没法说。你说他们家真是这关系太复杂了。你说前一窝后一窝，你这哪句话说不对了，哪件事做错了，这玩意惹得人家不高兴，咱们是得方方面面的都得注意。是。哎呀，那行吧，那就等他妈回来以后再说吧。那行，现在我请你吃去。你说是全聚德烤鸭还是东来顺涮羊肉？吃北京小吃。不是你说能不能端着点儿你？端啥？身份呢？别忘了祖宗。不，我这当爹的跟儿子端什么？这也没个外人，我想吃啥就吃啥呗，我还端着。行。老米，电话。来了。喂，爸。明儿你现在在哪儿了？回家了吗？我在家呀，我早就回来了。我妈呢？你妈不在家呀？不在呀，我都在家等了她好几个小时了。她不会离家出走了吧？别胡说。哎，你等下，我看看时间啊。10点1刻，你放心吧，你妈10点半一准回家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妈我还不了解吗？她11点准时上床睡觉，差1分都不行。哎，那她要10点半没回来怎么办呀？还那傻呀，你接着等嘛，这还老爸教你。啊，行，不打扰你亲热了啊。哎，你放心吧，你妈她这个岁数不会出什么事的，她很会保护自己的，别担心啊。好，拜。米律师，你那么了解谁呀？没事啊，米儿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。啊？你让我想想啊。那什么特别日子呀？体温升高了。
呀，我天哪！你说你什么时候在这儿呢？你看你什么呀你？干嘛呀？喝这么多酒干什么呀你？我干什么？